因为像好像7、8周就可以先确认性别嘛，对，如果真的确认儿子再生，可能有一些很小的小孩子，他们也是有看过恶魔在身边。对，因为以前有一些很多影迷碰到我都说，可能他们是国小就看过恶魔在身边，然后现在可能长大了，那可能他们也会推荐他们的下一代或者是他们的年轻的朋友去看恶魔在身边。那我觉得不认识一定很正常啦，就说更小的小孩子，那我觉得当然这一次会选择拍《天巡者》，也是因为我觉得想要在让更多的可能年轻的观众更认识我这样。我是一个不太爱工作的人，其实你们看我以前拍的片都是可能我拍一档我就休息3个月、4个月、5个月，我曾经也休息过快10个月过，对，但是现在反而经历过那段休息的时间，现在反而会觉得好像还是有工作。就算就是有工作做起来、动起来是比较自己想要的，然后为了家庭可能去工作这种感觉，然后会有一个支撑点，工作完回到家可以看看他们，或者是为了他们的未来，我觉得就会更有动力去工作。希望在短期内吧，真的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太太跟我同年，所以我觉得要生就快一点，趁这1、2年内赶快生掉，然后就不用再生了，就收工了，这样就好好的抚养他们长大，这样对，因为如果再拖，其实你的大宝、二宝、三宝差太多岁，其实我觉得也很累，都要重新再来一次，你知道吗？像我现在第2女儿就是刚出生嘛，所以。有一种感觉是又重新再养一个、再生一个的感觉，对。那如果2个都很小的话就还好，那现在变成是又要重新再经历一个1岁以前的那段时期是比较辛苦。我觉得健康比较重要，但是希望就是第3胎是赶快去问一些秘方啊什么的，就是确定就是儿子再生。可以啊，因为像好像7、8周就可以先确认性别嘛，对。如果真的确认儿子再生，就是要不然我觉得就2个女儿就够了。那我就再去拔拨一下好了。如果真的是女儿，有可能就不会想生了。